好兄弟了，刚刚买的。买的。刚刚在买的，这里买的。这里买的。躺下去。
要报吗？这曲儿回家了吗？曲儿今天没有，他不舒服。哦。我就说吴京拍了个在医院的。哦，是这个。两个挤到一堆了，两个撞一起了，两个要撞到一起了，撞到了，堵起了。堵起喽，这边卡起来。角膜和木都撞到一起了。听你话嘛，要么你给我嘛，你的，蒙你的嘛，他要到处那个。他不听我的，他要到处闻。哎，他要跟着你跑。哎。他坐到你脚边，他都愿意。就是他每天就全部跟着我的，他左有味道，他你看嘛，一直在那个。他找啥子？不晓得，肯定有味道。给我打的记号那些。不让了，他家不晓得撞啥子，不让去弄了哈。他说他们乱整东西，不太怕有味道那些。有些那个狗儿有点留的味道。好了，他正常了。他要抱了，哎，宝宝嘛，几岁了？4岁了。他不想走，他喊你抱了，然后他爬往脚上爬。他就打招呼嘛，那就是他要抱一下。他明天来哪个地方的跳旋子的？明天来这儿跳旋子是哪儿的？应该是昌都。昌都。哦，西藏的哦，西藏的嘎。你看他的爪爪。啊，他跟我的吗？他爪都没得啥子啊。他爪子都没得油，都基本没得爪子啊。芒康的。转一圈，后面那个抱，过来抱。你这个动作的慢得很。嘿，走，等一下歇气哈。张小璐在学拍摄，欧麦单环、5环、单环都在拍。都在学，不是都在拍，是都在睡的睡。
相机没电了。这个。哦，要热还有他们6分钟，6分40多。哎，不晃了，这里有点长，6分多钟。哇，这个好爽！我又要去跳球，跟芝麻你冲过去。购物区还那个让上巴丹的那个购物。这个跳拍了才有意思吧？走到了？啊，走了？回家了？他的妹妹都走了，因为也要上学嘛。
啊，你在放的嘛？杨小在放的嘛？啊？整边板，然后剪辑下来。啥？我就那个完整版，然后分3段。哦，就是说那个腊肠那个。就刚才那个。哦，这个是歌学那个的吧？歌舞那个，然后歌写语。啊，学语之海嘛啊。对，其实我很想整个完整版的。就基本就是完整版的嘛，对他自己首歌了嘛。还有欢迎，还有欢迎你的到来。他每个歌名不一样的是吧？对，我那个完整版还在涨。哦。干嘛都12万了？哦，正常的，我那个是。管都没管他，管他多少万，反正给我们影响，我也没在乎那些。他那个抖音那个1分钱的收入，什么都没有，反正只是自己把那个所以拍下来的传到上面分享而已，自己看也可以。我那个播放有流量都没什么用，就是拍红博。红博是越拍越兴奋，越拍他跳得越好，越跑越远了呢。还取证的，8堂取证。越跳越高兴那种。哎，9:40了，结束了。在中间没休息过，一直在跳，一直在跳。
哎，拜拜了。9点40了，现在只你一个人来。对呀、今天星期一嘛，也比较忙。确诊今天给打电话吗？拜拜了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嘿嘿。哇，这边那边警察不是协警一直在那边，这边贴单子的，那边车子贴单子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这个啊，哦，关掉了。那么大的花啊，对，一个人也花的。这也谁送的？啊谁送的？啊，一个粉丝啊。哇在直播。好羡慕啊！你有几个女朋友？18个。好，现在采访他。他是。大的几岁？大的几岁？自己小的都1岁吗？秋瑾有事儿就走了，他走了，走喽。谢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秋瑾。哎，你有几个女朋友？单子有，单子这个，单子过来，拿得到，哎，过来过来。单子过来。啊，单子老伙那个老二。老二、老大、老大是那个扎西，老三秋瑾。啊，女朋友，你有几个女朋友？一个都没有。那他有18个，建议8个给他可不可以？老大，可以。8个给他可不可以？求老大借个嘛。老三跑哪里？哦，叫睾丸。不得了。哦，叫睾丸加糖的，现在睾丸了。这没下，这今天下午一点。哎，怎么比较黑啊？你要进来，你弄的，我的操！你故意做的。太亮了，太亮了。你的粉丝吗？这是别的。啊？泰国、韩国的粉丝吗？这个是台湾的，台湾的李秀娥。哦。他这第2次送。哦。第2次送，明天还要，应该后天、明天还是给永吉送一个。那不是前面的我们在这跳吗？看不到吗？台湾的，台湾那个一个，我们姓李的，李秀娥。李秀娥送的啊。对。台湾一个女士。家人给你送的啊，我们姓李家，姓李的。都是姓李。我也姓李，对。都是李家的吗？都是一家的。一家人。刚才有个小娃儿抱的。哦。哦哟，那个狗狗简直已经成了网红了，小孩儿都认识。都认识。啊？就是搞忘了，今天来台，我下午4点钟才喊，哎，今天我们订的话，也没想起。就订了3个，他们三个小老虎。哎。我昨天嘛，我把手套放到这个边边。哦。后来回家了，多久我才想去？我没事。但是我买了2双，网上买的。1千左右嘛，就是9千电动车，它有时候要舒服些，你看嘛，而且现在天气稍微有点冷嘛。哦。虽然这个是网眼的嘛，但冬天的话我就要带厚点的。今天准备的有点急，下午我临时我就想突然不送算了。我这个没考虑到买糖，还没买哈达也没拿。我本来找楼上那个想做，估计7点钟就来不及了，就没得。明后天再还有一个，还今天又还要送永吉。永吉今天没来吗？没来，那估计他星期1不会来噻。永贞身上那个。不晓得是哪个网友送的吧？不知道哎，我问一下呢。今天我没有骑电动车，
我出门的时候我推，我说这个车那么重啊，一看啊后轮胎没电全部不可能遭举报了，哦，后轮胎举报了，根本你推不动。你骑单车就不存在，骑电动车我就你少个车过来没有好近，坐地铁方便。这么近。那个是小老虎，对吧？永贞姐是几色5的？几种颜色？5种啊！这种5种是最好的，嘎，是就引力是最好的。但是带起有点热吧？热不热？有无手哈达。先收完了不？啥子意思啊？我走了啊。你不走嘛？你可以耍一会儿。你再耍一会儿。不要走嘛。你再耍一会儿。哦，这里没有直播，没有什么好。哦，对，你会要那个你开那个曲珍走了嘛？曲珍他会要直播嘛？那不错，这么浪漫。呵呵。应该回去要直播。我拿走了啊。还有的抢。哎呦，哦，猜到你了啊！来来，等一下嘛，等一下没事，我把它牵到。走。你这刚刚在唱歌啊？你刚刚在唱歌？我说你刚刚在唱歌，跟粉丝唱歌，刚刚听到了。什么表情？走啦！杨小儿推东西呢，他们拖乐商那边去。OK，几分钟结束了。我把那个相机关掉。